十字門最後嗰個稀缺產品就係我哋呢度身邊呢啲啦。先睇下我哋嘅景觀啦，可以睇到呢個澳門嘅景觀。雖然今日係落緊雨啊，但係咧景觀都 OK 嘅嚇。咁可以睇到啲蒲崗嘅江景啦，地下邊仲有我哋嘅高鐵站嚇，地鐵上蓋物嘅，非常之靚仔喎。最緊要咧，我哋呢度旁邊有20萬平方嘅商業去到啊，包括我哋十字門嘅華發商都啦。咁從我哋呢度咧到廣州大橋只需要10分鐘就去到嘅喎。呢個係100平方嘅3房2廳2衛嘅，佢咧係精裝修交互嘅，包括埋呢度咧有個人戶花園啊，哇，非常之稀缺啊！而家仲有少量單位，開發商而家做活動啊，只需要2萬出頭就可以買到我哋呢度咁靚嘅景觀喎，而且係生活係非常之方便㗎。如果你都中意嘅話，記得 WhatsApp 我，你發啲詳細